西宿舍我写给点着，杨桥宿舍我写给点着，那这个不300吞住俺了，对吧？阿有送给，下巴阿有送给，对吧？到下巴买这个是看内容与区别了，哈哈。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国彭中龙津年轻联欢迎。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2023藏历水兔新年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在这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全区各族人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政法干警以及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拜年啦！祝大家恭喜！咱3天的是么天的？第二年，记录年度你是赠送被秋月的罗萨两句参照的天动起用的人。第二案子电用米利卡的密码那么他，穷用的米利卡的密码。对对密码精准码给归到把它，查见你到对码，随着连接你到吧。第七，其实对连接标的不能那么了。罗三个参加学就赢，再见。罗三，恭喜你！欢乐祥和中华年，让我们举杯共饮如意酒，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吉祥幸福新西藏，福来高原千家暖。
今晚，让我们通过荧幕欢聚在幸福写意的团圆夜。今年这是庆阳跨越中华的落山日，俺翠就将正正人过1年，拉起面嘅俺瑞当中俺趟改变，这是面对是个人。今年茶叶配送筹备品种300里，这是没有抗种3头装备推上天。俺翠年浪去年，第一百趟点被抗种鱼啦，高为乐山市娘东起。今夜，让我们一同感受幸福和喜悦，一同畅想春天的序章，一起迎接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传不能吧？通过俺翠，管着他这么大个春呢，那么啥吧？这是点击学习月了，热瓦堂一起给看呗，马上吧，说学就赢。这是靠我感情性格啦，这是咱们身边对对象，这是给来的至少过节，这是革命娱乐第一年，这是给这样为大新片，这是对对样的秋天夜，这是靠我革命的美好。推送装备7万元，关于大人7万元，连年没少了这些的嘞。跟咱们领养子不住滚的，哪怕连年了电信级别卡钱讲的，这些我都是听到。只有看看比赛，先给破产战术，从我马帮用中，有一面龙战术，看到网球赛局，集体战枪战术，我里面忙出啊。人们当然贫穷，看不清楚错往俺从我里面嘛电信技术，我里面嘛电信技术。人家落山了，开起来嘞！我说枪拿起过把拿起，估计价钱我妈拿了，战起魔女就进，他妈铁人落家。三千几步枪他弄把人，他妈就算最把最杀人，在我路上别干大杀人。阿不好就拿把几杀人，阿叔中把土狗毛啊，路不掉啊，什么地方？阿叔中把中了你把什么搞？操啊几杀人！他妈落山了，拿起来！俺说看比不出难题，就用妈妈拿拿起这边千万的家人，这是我的这几个。感觉看这么的，早上全面就口，现在结果节目长到哪里去了？电话你去点吧，赵新娘就点吧，人家我擦去哇，俺里带一去吧。阿如看吧，干不是不错，要不唱戏，对不唱戏，对不？人家老三了，这是的嘞。俺做广播的阿大道，爱听的呗，照样给你们他们了，这是面对手机一个。日子面叫下地狱，面子面到山里边，新的米记真不多，自动台北空飞鱼，拜拜哟。老母鸡，错鸡，听我忙，要帮忙，你力听，唱进去，那个嗓，你啷个嗓，拜拜哟。那么人家落山了，真是的嘞。既然俺做阿公话难的，中央的价钱密码难了，龙泉装备起码是干的，俺们春节呢，真是面对上不继续给引导。人民中国你就落下了，忙的错俺才帮真真，真来配给车子上木心，忙的东来这边中当下。他们开办定做来把草啊地不汤上点送地形地边阿不落吧地形地边阿不落吧。人家落山了，真是的嘞！大嘴长的不住难题，就用的密码难了，推送装备起码是干的，这是面对手就赢。
招募能力大不，出个路样年穷，能就长辈言语，落力当上场中，让我年纪当嘴，咱给兄儿要变，倔强二叔滚住，咱给兄儿要变，倔强去送济南，推着伞满足地，落力中当上忙，咱给兄高月雨，咱给兄高月雨，哪怕人家老三这是的嘞，那种老三你满意，就用给你满了，个人他为起码是干的，这是民主选举人，人家老三这是的嘞。你找他的冲了，边角里面他落，你的军队写的，他哪看嘛跳手，我家有一兄弟，他是最为建议，我的最为垃圾，他是太为建议。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大伙儿知道我旁边的这位是谁吗？哎，都认识。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您看我今天像不像个藏族姑娘？太像了，特别的漂亮，对不对？罗萨，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再次欢迎我们的朱迅老师来到美丽的西藏。哎，迅姐，您知道咱们藏晚今年多大了吗？我当然知道了，咱们藏晚啊40岁了。我们都说30而立，40不惑。藏晚不仅是一个大品牌，而且也是个新年俗，它是经典节目集大成的一个展示平台，更是藏历新年期间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藏晚的40年呢，也是展示我们西藏电视文艺新气象的40年。40年芳华承载着我们共同的人生记忆，同时呢，也是发掘了许多的新人新作，助推着西藏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他那里俺这乐沙千座的年纪当罗是不是大大清不的？乐沙千座的呢，从大长见性慢慢些，那么3岁个比就不是开心时间的。米卡几个，俺这乐沙千座天明呢，连线这电视卡定的文字难看要的，让他能是米卡几个乐沙千座天呢，那么运气，俺从个比夹着这样个这些送要的。当然的，电视被弄习就地囊了，俺就偏叫弄起年轻的个给罗沙千座给卡地地托呢，偏种给咱们家的，偏种给民那一类的，忙大是团团不清完的。电视被弄习就地，俺就偏给年轻的日节下下。狂比穷呗，弄习就这了，俺那就半个罗沙的千座的，俺就10个14年的成家来了，特别讲，娘种几百推荐，怪这样子。罗沙七八七啦，罗沙七八七啦，干一本起总说，干一本起总说，说说起马西啦呢，新别去家去咯。提提了塔罗来高啊，给上压住啦！提来了头上了一把，给上压住啦！高啊啦呀高啊啦，一把啦呀一把啦，从这水之上被我啦，心不会被明白啦不塞啦。看得说吧，看了别没穷，我们看得看，我那看了没？我这这些地啊，这地的呢，我这我要打，耶呢，你看这是，啦，看得说吧，看这熊帮啊最紧张的，看我干些对不对？呀上上，你那什么不做这地的，我那条个我过这地的，对呢。我那落地罗沙千座现在下不得了，点么洗几月大呀？是的，俺那呀下不得几滴滴啥的，搞不洗几月。对，让这地的干差不多吧？俺那苏家伙人这差不多。肯定差不多是。呀，龙呀没呗，香港前六个人这地的去。俺都说过的。这不是这不是。对嘞，你看到什么呀？这就是听。哎，说的。很从龙前年轻来过的，罗沙千座年纪，推最还最轻的。特别是出自这个周围的啊，我打招呼去不去？这个蛮大，你也是那罗卡最轻的是不是？罗，我这边到底呀两位了呀，那罗姐巴拉达阿姆拉克那座跟着学去的呀。现场罗沙千座，俺这里是那个见不的呀。是的。
我记得俺们说过那对对呢，老三钱做顶给你，你也同样的。嘞，今天俺们那个车个习惯睡觉的呗的，去谁能谁的这？看着送我的，看他老高了在找不的，过了去不得。对，네, 키나 저 키그 뭐 동아. 달로 로 10주 딱딱 주고 왔다. 로 10주? 어지? 다시는 달로 로 10주 거에 총가 말베니. 我最困难错，但中间一地，俺最强大是车的那么呗。不是，我的你看那送的，看的车的那个。现在啊，我大大，耶，俺最老三钱做局节，所以拍价10岁给连钱看下去，马全是钱了。我的，大钱呢？你先到，你想不成，你当局成，你想这水果？那啊，妈的，你是那。现在做吃不着去想的水果是有。但我呢，无聊，能看要拉西达，人家要给娘啥啦？如今120岁，俺只拿下手，老呀在我左手给啥呀做啦？可是下手听人送。저가 본헌에 배쳐러 앙외공라대네요 아하러야 하루나서 아말라가 꽃나서 아말라 gemani sumi도 아말라 gemani 이제 sumi도 혼자 제마 대체 할로 많이 채로시다 도와줘라 여스토로 마스토로 파스토로 초스토로 미두게 我做啥哇？妈的，这的心大人呀！你们这把这书懂过是吧？这人家没这把这东西，俺人那个的这个热度啊，俺们这老不那个那个人没的，你们都怎么想的？ 뭐네 걔도 셀하고 나서 땀줄을 때문에 쉽지 이다. 나 손나서 네 가봐 세래 너 여다 하러래 네 알하고 심충차 제사지 징배가라세 잠깐 따라 최심제 좀지도 초지에를 가요. 네 가르게 티리 나가를 키랑 안 내려매. 럼매 년慢 사가지 거야 我前面看那是满是谁阿下的八卦眼睛中啊，因不好口语呗。好，我说对。八卦眼睛这个阿妹卡拉玛耶，阿妹卡拉玛耶马家有个心说，啊怎么个别？拉庄当月，下巴下夜，想知须臾。拉。妈的，你也是那贝贝哦，现在推出天里那老鼠人心是咱得要的。很多些年不仅这样的。好的。 척솜솜이 가이 세창앙 바비니 봄을 지도 선배세 개바상배티라 어구싱배냠상 제탕식제옴라시 남방제내 불라줘 어구싱배냠상 똑같은 영감 라니 굴레 가득해남 밤에 끝이 선배세 닝돌라 저 총민이지 매东西爱惜的多 스피시 픽픽이픽 매도 스피시 픽픽이픽 겐도 자다 겐수도 픽픽 사부 이베시 아 말베니 고난 이가 픽픽 사부 디데만나나 담체 접 사부 디데 소토르베 树不要动来动去，鸟头晕得很。树的心里没鸟的话，鸟马上搬家。 아무나 쟁겨 의도르제 KTV나 용기 참교 다 제대냐든지 너니 별에 뒤질이야 러브다 톱저 지체제 년치 중요톱 달리 별에 뒤질이야 캬감 중요톱에 땡죄유 이들네 도디레메바 대sem대 제마제 초가로르다 아 디양 겐도 자게 겐수도 러브리사야 丢东西，丢东西，丢东西，丢东西了，我们安准。哦啊，你五年啥子呗？ 第年啥子？你五年啥子呗？ 第年啥子一切？不，听上个没多做搞得还不困难呗？丢东西，丢东，阿姆拉，丢东西。 啊对对鸟我们阿姆拉丢东西的。 啊嘞不你对对鸟我们去 阿姆拉，我们你说呢？我们安准呢？
大家都给我们洗住呢，那咱我们住呢？大家的你们还是快点，我准备说的，人家点了去。阿妈喂，我那一给点去了，特别特别干的，我这的牛啊这里。啦，妈的，你也是那啊？给那空给我这的拖不大，给不说个意思。是是的，好的。哦，阿姆啦，让他们3年数嘞。让他们3年从这个叫这么多都，到底哪个钱给不起？伢让俺做哪个老婆，他们还能生活去不啦？不是，可错啊！那我不准备我拿主机，啊，云的嘛的，那我不准备我拿主机，那乌了嘛是？那我不准备我拿主机，那想了就说，啦，这是其他一届这个America这个，这是我们藏族人留一手露一手的意思。恰下伢下怕有，日本的心初学，怕多钱不去没学呢，出4钱不去卡巴手嘞。从这头讲的，密码那个那个呢，随你唱的土工的恰讲的。我那一。打这个呢，见土地了的，见密码了，那说别就在见了看那嘴，俺做下边南面苏到那边，天数哪里？对了，好后过这头了，年纪点别，现在差不多羊肉去就出不的，罗沙才做的，人头哪里了？好哪里？很少如今年轻人不的，罗沙才做年的，让我喜出望啊，这是点评书。朋友们。西藏的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变化，似乎是在眨眼之间，但又是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感受。今天西藏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谱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西藏篇章。当然的。谈点评上的第几点别错的，如对习近平的首先那位党中央的强制通过他，给用媒体卡的密码的首先调调那位他，卡这都没把戏的。第二点，别个媒体卡的密码那个领导彻底的观念，中原那边听着见巧用的观点当的，中华媒体加大拉不起，评上的6种制约。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静、李丹阳、多吉、普布卓嘎共同为大家带来歌曲《再逛新城》。在前面走呀，走的忙，老汉我赶的喊呀，喊着他，一时想开拉萨新气象，迈开大国际呀，紧跟上呀。为啥南山铺满水网，不分昼夜灌溉忙呀？青山绿水，金山银山，树上南山放眼望呀。拉萨湖水闪金光，高楼大厦一幢幢呀。阿八爷，快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哦呀！
啥点装排成行？绿皮车厢怎么唱呀？条条铁路通西藏，复兴高铁到边疆，川藏铁路回蓝图，立体交通出行忙呀！阿爸耶，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也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哎呀呀呀呀呀！为啥铁塔闪银光，欢歌笑语云飞扬啊？铁路电网连八方，赶上我骑新时代呀！直接购物更便利呀，不再去其大商场呀！阿爸耶，快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也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呀呀！为啥灯火这么亮？古城拉萨变了样呀！莲花工程不夜长，全国各地来远藏。绿水蓝天好家园，百姓感恩共产党呀！阿爸耶，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也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故宫广场真漂亮呀！音乐喷泉照张相呀！天南海北有人入职呀！当地阳光照边疆呀！边疆儿女心相当呀！幸福的生活万年长呀！拉萨古城开金花，感谢伟大的共产党耶！
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来自波密的父老乡亲们给我们带来如此欢乐的舞蹈，掌声再次送给他们，谢谢托加娜，谢谢。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说到咱们西藏的幸福故事啊，可谓是说不完道不尽。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演员啊，都是来自咱们日喀则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像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呢，在我们全区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他让你打上来看那个送他让你300人那个错配送接错是着心别告诉让中去人内他就这个结果以内嘞，那个接送他配送接错是着心要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节目《幸福藏家人》。马翁不可以莫。
谢谢日喀则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幸福的藏家人。欢聚的时刻，每一条哈达都写满了对您的祝福。前行的路上，每一个脚步都是对您坚定的追随。大家哪里？接待日的你，起了准备，什么的门都赢了。空到日的你，天的结束装备，准备的取胜意。接下来，请您欣赏哈达献给新时代。每一片白云飘来你的纯净，每一朵雪花捧住你的圣洁，每一条清泉流淌你的深情，每一首牧歌唱出你的家乡。哈达，洁白的哈达，你是扎西的脸，你是吉祥如意。我们把哈达献给新时代，这是我们真诚的祝福。哦呀啦，洁白的哈达，哦献给新时代。哦呀啦，洁白的哈达，这是我们真诚的祝福。每一张笑脸绽放你的喜悦，每一双手啊捧起你的美好，每一次拥抱感受你的幸福，每一颗心啊跳动你的爱。哦哈达，洁白的哈达，你是扎西的脸，你是吉祥如意。我们把哈达献给新时代，幸福之花开遍雪域高原。哦呀啦，洁白的哈达献给新时代。哦呀啦，洁白的哈达，幸福之花开遍雪域高原。哦呀啦，洁白的哈达献给新时代。哦呀啦，洁白的哈达，幸福之花开遍雪域高原。幸福之花开遍雪域高原。谢谢，再次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歌曲，谢谢托建娜，谢谢。托建娜是我能给中华也표준给水饺里面的中华面的给早瓦塔拉萨都不写的，第二点给他军政塔塔的面等军的，拿出上面差点都宝贝，拉面给我应该写的。亲爱的朋友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咱们西藏的演奏家们和著名国乐艺术家方锦龙老师一同为大家带来器乐融合节目《欢乐协奏曲》，场面演出去喽！西藏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非常开心，今天跟我们西藏的演奏家们一起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介绍一下西藏的古老乐器。首先，
我们的唢呐，还有音笛，还有扬琴，还有最有代表性的6根弦的扎木聂。好了，既然讲到扎木聂，它跟琵琶呀有异曲同工，它们是有血缘的关系的。今天我带了一张5弦琵琶和6弦的扎木聂，我们来一个斗琴怎么样？好了，那么今天先来一个汉族的曲子，一首古曲《阳春白雪》。这个 PK 藏族的曲子，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了，再把一首藏汉一家亲的欢乐协奏曲献给大家。
们，谢谢。一曲欢乐的乐曲，更加感染了现场欢乐的气氛。在这欢聚的时刻，让我们把欢乐延续。所以今天我们的晚会直播现场还邀请到了一位国民男神，和我们一起欢度藏历新年。我很喜欢他啊，我是他的粉丝，所以很多他的剧，估计大家伙都追过啊。他是伪装者，他是琅琊阁的阁主，他是胡八一。但今天啊，他是我们的康巴汉子，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家1级演员靳东，欢迎你，罗萨支持的嘞。谢谢。来，请您首先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观看藏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靳东，很开心能够来到拉萨，在这儿祝我们藏历新年快乐，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今天靳东老师穿上这身藏装，感觉更帅了，你们说是不是？帅不帅？很帅很帅。听说您是第一次来西藏，您感觉怎么样呢？怎么说呢？第一次来西藏，很开心，也很激动，但同时呢，也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所以我来了之后反应有点大，呼吸有点困难，肌肉也有点酸疼，但是掌声。但是真的很开心，开心是，真的终于有机会能够来到拉萨，来到西藏。来到这儿之后呢，受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这种欢迎，甚至我们西藏的朋友、拉萨的朋友也给我穿上了从没穿过的衣服，帅！而且这个一西呢也拿出了他的传家宝嫁妆啊，据说这个价值不菲，所以总之呢就是很开心，然后在时间特别短的情况下。也还是去了一趟布达拉宫，然后真是觉得找不到更美妙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好奇，也很新鲜。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很质朴，特别真挚诚恳，谢谢。可能对我以后的工作当中也会对我带来很多的触动。从他的眼神当中，包括神情当中，都让我很受感动。当然，对所有的这个环境我也很受感触。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台上摆的这些，我对每一样都很好奇。所以能不能借这个机会，你也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来介绍介绍？哎，这可难不倒我啊！我给大家伙说一说。这些呢是我们非常传统吉祥的一些摆件，我们在过新年呀、举行一些大型庆典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摆上来。换句话说，如果您去这个藏族朋友家拜年的话，几乎每家每户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家搬到了舞台上，欢迎您回家。谢谢。来，那我就带您参观一下咱的家吧。其中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一个摆件啊，它叫五谷斗，藏语里叫切玛。这里面装的是麦子和糌粑，上面插着的这个好看的牌子是这个酥油花，你看是用酥油点缀的。这是用酥油现做的吗？是的。每家每户的这个酥油花的图案都不一样啊，有这种吉祥八宝图，有六长寿，有和睦四友，有不同的花卉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是和睦四友，代表着和睦幸福。真好。那要不咱也入乡随俗学一学好不好？学。很简单。好。您这样面对这个切玛，当然我们今天稍微照顾一下镜头啊。面对切玛，你要用您的右手拿一点左边的麦子，对，向天上撒3下，对，代表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真好。然后您再用您的右手捏一点右边的糌粑，向天上撒3下。代表着吉祥如意、福禄寿俱全。真好。然后我们再吃一点点的这个切玛，
吃一点，这对，可以吃的这是能。吃，咱们把我们西藏主要的这个主食之一啊、然后您可以道一声“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当然，我们老家也会这么说。这是的嘞，普送错，阿妈保着公康子，点都点完头把口，都送大菜，茶肉肉用啊哟。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请大家多理解。我以后找机会好好学一下。慢慢学哈。其实这时候还没完，你知道咱们西藏人民热情好客啊，这时候主人就会端来青稞酒。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好了，先等一会儿，姑娘啊。我们就会端来青稞酒。喝酒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你要用您的左手的无名指沾一点点的这个青稞，向天上撒3下，别急着喝。有酒怎么能少了歌呢？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吉祥，要不京东老师也给我们送上祝酒歌，好不好？酒准备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是我确实还真的不太会，好像我也真的不会唱这个祝酒歌。要不这样好不好？你来教我，1到2句。我们整个这个西藏观众都会唱的祝酒歌，然后我们跟在座的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哦，这可以。我刚好想到了一首我们西藏家喻户晓的一首歌，估计大家伙都会唱啊。我们欢聚在一起，我先教你2句，好不好？好。非常吉祥的一个歌啊。我准备啊。我错的浪种种，那我们一起从头唱好不好？很好听，但我一时确实很难学会。有酒了吧？那我们得3口1杯了，唱得好吧？他们唱得好，好。用无名指。对。再一次。好，京东老师也是刚来西藏啊。本来是我们要3口1杯，3口1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喝1口，我们把它倒满；第2口喝完再倒满；第3口要一饮而尽。不过老师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让他先尝1口吧。尝一下我们这个纯美的青稞酒。谢谢京东老师，谢谢。这个不会喝醉吧？还有大把可以下去，我们慢慢喝。明天就是大年初1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京东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祝福。欢迎您常来西藏做客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那些歌儿》，有请。从里阳自定起，
기베 동라 할라사 당신 오해 남라 초신 잠배 애니 마유 도시 진사 앙준배 리우 자시 달라게 치사 상기라 두지 수남신라 알라 걸성 야라 녜라사 기기신사 항제외 러유제상 알라민두 가웨미 야라니 솜솜 라니 즈베창 야라니 심송 알라낭라 중시로 달라링샤요 갈라시가요 참바주마로 겐도 좀베라니 미라 라니 용식은 참아도야라 알라낭라 중시로 달라링샤요 갈라시가요 참바주마로 달라링샤요 갈라시가요 참바주마로 Simba Trupa Mana, Ani Chichu Muila Simba Trupa Mana, Simba Trupa Mana, Ani Tanka Fulbuila Simba Trupa Mana, Simba Trupa Mana, Simba Trupa Mana, Ani Chengling Chuji, Chi Chung Chu Muji, Chi Chung Chu Melody. 了句，那你唱的特别，唱个贵不起，唱个贵不落地，唱对了句。Simba chupa mana, Simba chupa mana, 나의 지춘 줄무이나 Simba chupa mana, Simba chupa mana. 나는 강간 굴보이나 Simba chupa mana, Simba chupa mana. 나의 지춘 줄무이나 Simba chupa mana, Simba chupa mana. 나는 강간 굴보이나 Simba chupa mana, Simba chupa mana. 谢谢，谢谢，谢谢，好听吗？刚才那首歌真好听，一句没懂啊，但是我跟着跳了一路呢。嗯，哎，最后Simba chupa mana，最后那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要小鹿乱撞的意思。小鹿乱撞的是刚才那位主持人一希妹妹吧？连嫁妆都拿出来了。是的，没错。哎，萱姐，您知道吗？在咱们西藏这过年呐，祝福语怎么说呢？怎么说？你教教我。好，我教您啊，您学，我说一句，您学一句，好吧？没问题。这是点嘞喷松错，这是点嘞喷喷错，喷松错，喷松错。阿妈把住，阿妈把住，观看啥？观看啥？颠倒掉啊，颠倒掉啊，托把手，托把手。 腿上踏刺，腿上踏刺，叉肉肉，叉肉肉，萝卜秀，萝卜秀。哎，说的太棒了，真的是。
我知道我的发音不够标准，但是心是滚烫的。什么意思？刚才那句祝语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吉祥如意，愿大家健康快乐，愿大家幸福永久，愿大家年年都能够像今晚一样，咱们欢聚在一起。这是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啊！是的，让我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共同迎接2023藏历水兔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世界和平美好，幸福安宁，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皆得所愿。这西的嘞绿松草，阿玛帕竹归康桑，天土地瓦头巴修，土桑塔子查罗。桑塔子，查罗罗用我说。土桑塔子，查罗罗用我说。这西的嘞绿松草，阿玛帕竹归康桑，天土地瓦托巴修。桑塔
谢谢。一段精彩的舞蹈，让我们领略了藏族礼仪文化，品味了中华礼仪之美。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3年藏陆水兔新年联欢晚会。我们在地球的高处过新年，我们的海拔高，新年的梦想要更高。是的，这是一个似乎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的地方，在这里，人类不断挑战极限，攀登最高的山峰。这是一个伸手似乎就可以触摸到白云的地方，祖先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那些最高的地方，一起去倾听祝福。差不多没有了，特别难收音。那么你给他推动我们看谁里在呢？俺就推给创业堂社会团结忙做呢，第几变了人员，让上抗力我把接送。是不能给，通过俺吹，咱们那个样子新年这个爬点秋收月呗，年小哈啥呢？罗啥那个餐桌天东学学月，俺昨天是什么跑步月吧嘛是，俺这朋友特别多了，特别加起我月，想了咱们那个样子的朋友呗，罗啥那个门子卡起呀，先生那了。锦绣山河有我在，戍边卫国筑忠诚，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祝全军人民藏历新年扎西德勒！齐心协力共环保，高原生态更新年。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家过年好，扎西德勒！不畏风雪保路通，砥砺前行护平安，乐赛扎西德勒！守国土一方，护百姓平安。我们在普马江塘向大家拜年，祝大家兔年吉祥，扎西德勒！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祝福，无限接近苍穹，那生长最高的梦。珠穆朗玛峰给予了攀登寄托，当伸手触摸彩虹，我就是天空。轰隆隆，压路藏不见，让翅膀去飞翔。热血涌动的波浪，喜马拉雅方。每一次上山的仰望，都让脚步不一样。落雪对雪跳起来，笑了就像个神话，把所有愿望化成朵朵白云啊！把所有爱和善良刻上石头。哎，这些地里看一些，这些地里爱一些，这些地里比如错把那面对我用我手，这些地里看一些，这些地里爱一些，这些地里比如错把那面对我用我手。人的一生中，慢来都有一个祝福，无限接近顶峰，那就是最高的梦。珠穆朗玛峰给予想象力无穷，当心和天空相
收场，让我拥有看见大海的目光。最美的情歌只想敬你一杯吉祥，最美的祝福鼓励敬你一杯如意，无限接近苍穹，无限接近顶峰。扎西地里祝福声飘到爱的天空，扎西地里看个些，扎西地里爱些，扎西地里陪住错把那面对我用我手，扎西地里看个些，扎西地里爱些，扎西地里陪住错把那面对我用我手。这地球最高地方，梦想正在起航，高原是陆地的风帆，让我拥有看见大海的目光。轰隆隆，夜路看不见，梦想已经起航，高原扬起的风帆，让我拥有看这世界的力量。这些的人来些，这些的人，这些的人，不住转弯那样对我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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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谢那这样拿到日本这些个学校的名字能把托谢那水军营，塔克让日。哎，孙源，你知道塔克让日是什么意思吗？我当然知道了，这句话呀就是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意思。鞭次郎，您肯定不知道啊，这个孙源一定难不倒他，因为孙源来西藏有10多个年头了，没错，也算是半个老西藏了，这些肯定难不倒你。不过我想问问你，如果朋友来西藏旅游，你会有什么推荐呢？哎，这你可真问对人了。在我下乡采访的时候，几乎是走遍了咱们西藏的7市地。我发现啊，现在西藏每个地方的路都很好，吃住行的配套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在这儿，我给一席一个万能的推荐。什么推荐？拿出手机，打开导航软件，在中国西藏的地图上随便点一个地方，出发吧，一定会不虚此行。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西藏是咱们野生动植物的天堂。是。这一路上还会看到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都会成为咱们照片当中的意外惊喜。孙源个说不大个哪里？他天上俺这偏重区嘅熊狼捉就点不大，俺那直觉差上不大，他个东西真就哈想给走起来的，等等率一起做么啦？其实看到绿色嘅白鹭里啊，如果俩偏一边呐。那就偏重区嘅沙丘下了偏难的，我在其他多个单送的，主都只送给他俩身边找你那个嘛的，俺那南昌俩大面嘅所在的马木其他多个的，其他或者你们都前地嘅巴拉卷呐，俺你其他呀大面所在你们都留啥但是修那边的，马就要嘛的，人家送的，人买来了。鞭次郎送记得我们叨叨人，俺做别个参加考了，没到荣军考，现头娘奶就能把这种不得，参加干啥干了同学来着？哎，两位说的我都想即刻出发，跟小动物一起过新年拍照合影了。朋友们，这小动物啊比一夕还急呢，这不过年了，他们正在筹备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个让的。多吉，你这个小淘气。先把茶喝了再出去。爸啦，我要去参加音乐会。布谷鸟跟我说的，今天是草原音乐会。布谷鸟？哪里会有布谷鸟？不过确实，春天要来了。多吉。歌声就是春天的细雨，你唱醒了绿叶，你在地上铺满了翠绿的锦饰，你是春天的使者，布谷鸟，布谷鸟。白云铺满蓝蓝的天，音符穿梭在山谷间。一转眼，我们齐聚在草原上。감사 감사。
我是藏狐，我要和黑骏马女士一起表演。快看，一只鸟儿停在了藏狐先生的帐面上。快看，一群蝴蝶穿梭在黑骏马女士的裙摆间。就是我们快乐的 party， 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这是草原的音乐会。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卓吉。动物们会喜欢我吗？多吉，快点来加入我们呀！我们都会喜欢你的。妈妈告诉我，人类都很好，我们不用害怕人类啦。现在，草原是我们共同的乐园。这姑鸟在树上敲起节奏，是不是个好天气？多吉，你来。大象叔叔是个低音炮，嘿嘿嘿，我来啦！小猕猴跳着动感的舞步。哇哦，我可是动物界的王！咦，小兔子呢？今年可少不了我。我们是何其私人乐队。野猫绿也打开了嗓。我也想加入。我们的笑开了花。接下来有请草原乐队。小小藏獒闪亮登场，吉他吉他奏起声来。黑金和姐姐敲起架子鼓，雪豹女士弹起贝斯。让我们在草地上撒点点。欢乐草原的音乐会，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太阳公公听我们唱歌。欢乐草原的音乐会，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彩虹姐姐看我们跳舞。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这是我们的音乐会。多吉，太阳要落山啦，准备回家啦。回家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请小多吉的巴拉阿姆拉也一起跳一段吧，就最后一段。欢乐草原的音乐会，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太阳公公听我们唱歌。欢乐草原的音乐会，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彩虹姐姐看我们跳舞。春风吹，春风吹，春风吹，这是我们的音乐会。朋友们，过去的一年，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同时我们收获了温暖，收获了感动。感谢从未谋面的带来温暖的你，感谢天南海北亲密的爱。当然的，是不听见？电视被逻辑的，按照刚才他打的那么几百逻辑送着，唱了咯，过来可不是他去。
打印来的对个出去人为传统，按照拖把的呢，确实参见的那位弱点的心鬼的，的呢，让段第二的九节，现段个来都过来讲该用了，拖起技术就赢，拖钱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很多我们值得尊敬的榜样。他们是时代长河中闪亮的精神坐标，他们扎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见证着美丽幸福西藏的时代步伐。那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为大家做个介绍。当然的，这里按这个罗萨参照讨论以内的，我那做朋友个来里看的准备，普通个民呢，他们看起定制需要，我来一些个不那做，日日前我这是哪着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代表，这是的嘞；武警官兵代表，这是的嘞；政法干警代表，这是哪着？消防官兵代表，环卫工人代表。抗疫一线的先进代表们，欢迎你们，向你们致敬。那么人家按照罗萨参照讨论配把拖起技术谈接不人家从哪没被再见了，隆重的结束依然是会议，人家罗萨这是的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其中的一位代表作为代表给观众朋友们拜年。我是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代表齐萌。祝大家新春快乐，罗萨扎西德勒！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我们也要谢谢所有传递温暖和善良的陌生人，谢谢美丽的你。那个夏天，美丽的你，是否安然安然？看着背影，默默祈祷，逆光中走来，一身洁白的你。那个秋天，美丽的你，是否无恙无恙？在我身旁，久久守候，暖光中走来，愿你一生平安。来不及说句贴心的话儿，来不及捎去温暖的话。冬去春来，相互牵挂。感谢从未谋面温暖的人。春暖花开，祝福彼此。感谢天南海北亲密的爱。来不及说句贴心的话，来不及捎去温暖的话。冬去春来，相互牵挂。感谢从未谋面温暖的人。春暖花开，祝福彼此。感谢天南海北亲密的爱。冬去春来，冬去春来，相互牵挂，相互牵挂。感谢从未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为您现场直播的2023藏历水兔新年联欢晚会。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勇敢向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让我们以梦为马，以天地宇宙为跑道，共同奔赴灿烂的未来。请你记住，我们都是追梦人。每个身影同阳光奔跑，我们挥洒汗水，回眸微笑，一起努力，争做春天的骄傲。懂得了梦想，越追越有味道。我们都是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春潮，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拥抱。每次奋斗拼来了荣耀，我们乘风破浪，举目高挑，心中力量，不怕万万里路遥，再高远的梦呀，也追得到。我们都是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春潮，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拥抱。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春潮，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最美的风景是拥抱。谢谢歌曲给我们带来的奋进的力量。那说到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请每一位观众睁大眼睛，因为它会在瞬息之间、时光倒转、举手之间斗转星移。您猜到是什么节目了吗？是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魔术世界。大家好，我是魔术师做男子罗少佳，谢谢嘞。今天的表演从这一碗青稞开始，来，请内行人检查一下，没问题吧？内行人，你检查一下这个簸箕，
没问题吧？没问题。好，请我身旁的2位起立。我还有一张这个床单让你们检查一下，请2位拿起这个床单的4个角，像有抖过被子吗？在家里抖过？哎，很专业的样子啊，很专业哈。好，不要抖太久了，很多灰啊。您站过来一点，哎，您再退一点，再退一点。好，我要做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青稞啊可以酿酒，还可以制作成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今天我就要现场制作一些我最喜欢吃的青稞食物，比如说用青稞炒出来的爆米花，仔细看，来啦！来说来它就来了，来2位来尝尝看，尝尝看，看是不是？来尝尝看，是不是？来，给您尝尝看。来，是不是好吃？一看就没吃饭啊！你可以分给他们吃一点，是真的爆米花吧？好了，有了吃的，接下来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其实你们想不想学一个魔术？想吗？你们掌声不是很响。好，来，接下来我要教给大家这个魔术呢，很简单，大家学会以后啊，就可以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表演。用到的只是一条红色的手帕，把红色的手帕呢上下挥舞，左右晃动，塞到手里面来，慢慢塞，不用着急，因为神奇的事情马上就会发生在我手里。轻轻的吹口气，它就会变成一颗鸡蛋。而刚才这条丝巾呢，就跑到我的衣服里面来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表情跟你们一模一样，我也忘记了鼓掌。好，今天我把这个魔术的秘密告诉你们，尤其是身后这些观众，可能他们已经看出来一点端倪了。好了，首先特别简单，这个魔术需要用到2条丝巾和一个空空的鸡蛋壳。鸡蛋壳很好找，回家呢到冰箱里面拿一个蛋，把它挖开来，蛋清蛋黄洗干净，就变成一个道具了。道具放到自己左手里，丝巾呢拿自己右手里，然后就可以开始表演魔术了。如果怕观众发现你这里有鸡蛋的话，你就使劲挥舞一下你的手帕，对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然后慢慢的往里面塞。单纯的观众都会觉得你真的塞到了手里面，其实你只是把它塞到了这个蛋壳里面。慢慢塞以后，你可以自己吹口气，你也可以请旁边的壮汉，你刚才吃了爆米花，你也吹口气。对，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蛋，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把另外那条丝巾拿出来，这个魔术就变完了。好了，请注意，变这个魔术的时候，首先要用2条颜色一样的丝巾。第二就是这个洞口，我说的是机关呐，就是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机关一定要对准自己。如果你是这样表演魔术的话，可能别人就发现魔术的秘密了。但是如果像今天我这个场合，你看身后有这么多的观众，想要知道秘密的话怎么办呢？不用管他们，对他们说一句“扎西迪雷”，你就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个洞口撕下来，然后把它敲碎在里面。来，找一位小伙子来，这个是我从长沙带过来的鸡蛋，这个送给你做纪念。哎呀，你看我们又有吃的哈，又有玩的。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其实是来自于我最近来到西藏的一些生活上的体验。啊，不是这个水桶啊，这是我在酒店里喝水用的纯净水桶。大哥，看你我是周围看起来肺活量最大的一个人，帮我检查一下这个桶，嘴对在上面用力吹口气，看它漏不漏气。啊，对，没问题吧？没问题啊。这个大哥刚才的状态，感觉要把这个桶给吹爆了。好了，我说过，来自于我最近的一些感想。这里呢，有一条哈达，哈达象征着吉祥如意。然后呢，我在里面截取了一小段，长这个样子，扎了一个小小的结。来，摸摸看，壮汉，没问题吧？好，一小段哈达，一个水桶。各位，仔细看，音乐来了，它慢慢的就会漂浮在中间。起来，下去，来，你吹口气，
来，对，拿起来一点，仔细看，我们把它再次塞到里面去，来了啊！摸摸我的手，手里没有东西吧？摸摸我手里没有东西哈。好，停，你试试看，手挥我一下。好，停，再挥我一下。好，停。好，这个时候有人会觉得上面是不是有个东西吊着它？来，我们在里面扣一个塞子。你来，用力吹口气。哦，再吹口气。所有人一起把手伸出来，好不好？来，所有人把手伸出来。来，我们3、2、1，3、2、1，3、2、1。哦，这么厉害！再来一次，3、2、1，3、2、1。哇，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啊，来，你也再吹口气，再吹口。哇！祝大家新年快乐，扎西德嘞！呀啦cha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在1994年的时候啊，中央召开了第3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也标志着全国性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开始。那坐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就是对第10批援藏干部人才的代表，欢迎你们。您好，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赵小木，来自北京，目前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援藏。赵大夫，我想问一下赵大夫，您在西藏怎么过年？今年的农历新年和藏历新年间隔1个月，我也是第一次1年中过了2个新年。而且昨天我们还吃了古兔。古兔之夜，什么馅儿的？我吃的是羊毛馅儿。羊毛馅儿的，赵大夫很温柔啊。在咱们西藏啊，就有这样的习俗，吃古兔过年的时候，古兔有点像我们的面疙瘩，也有点像我们的饺子，就看你吃什么馅儿。如果你吃的是羊毛馅儿的，就代表着你是个很温柔的人；如果你吃的是个盐巴馅儿的，就是说明新的一年你得勤快点儿；如果吃的是辣椒，您嘴下留情啊。是吗？我昨天吃的就是辣椒馅的。您吃到辣椒了？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徐和建，来自美丽山城重庆，在昌都市第1高级中学援藏。哦，怪不得吃辣椒馅儿的呢，是老师，当然得严格严谨啊。您怎么过年？本次藏历新年，我特地从家乡带来我们的特产重庆火锅底料。火锅的热特别能代表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好客，火锅的圆特别能代表西藏各族同胞的团团圆圆大团结。说得好，不愧是老师。来，下一个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韩恩海，来自于河北省，在阿里地区乡村振兴局援藏。哟，阿里海拔可挺高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那在咱们阿里怎么过年啊？我们是农历新年尽量安排藏族同志值班，藏历新年安排汉族同志值班，感觉特别默契，特别温暖，特别温暖，特别默契，特别的融洽。哎，大家过年好，我是崔征。其实啊，在雪域高原看到朱迅，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们2个人是同事，都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一次呢，我是在西藏广播电视台援藏。虽然隔得远，我必须得握握你的手。作为同事，我真心的为你感到骄傲。那你怎么过年？第2次援藏了吧？没错，这次是我第2次援藏，也是第2次在拉萨过藏历新年。9年间，我看到了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内心感到非常的感动。看到你们，我也特别的感动。正是那句话：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你们是把乡愁藏在了心里，把责任、担当、使命扛在了肩上。在藏历新年到来之际，请允许我们向所有的援藏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也祝您和您的家人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康健。罗萨扎西德勒。西藏，朵朵格桑花，你开遍基地繁华。高原在高，天空在你脚下，雪雨茫茫，锤炼人生力量。故乡之上，祖国的西藏，你是多少翅膀的向往？无论海角天涯，月亮只有天
心中最爱的人啊，我把哈达挂在纯洁的心房。是你爱着冰雪平直，冰雪爱着你高天情怀，相思的梦化作诗和远方，明月左肩写满奋斗清香。之上，祖国的西藏，你是多少翅膀的向往？无论海角天涯，月亮只有天空一个家。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啊！我把哈达挂在纯洁的心房，云海之上，祖国的西藏，每时每刻都恋恋不忘。无论海角天涯，月亮只有天空一个家。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啊，爱在我们仰望中飞翔，云海之上，祖国的西藏，每时每刻都恋恋不忘。无论海角天涯，月亮只有天空一个家。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啊，爱在我们仰望中飞翔，爱在我们仰望中飞翔。谢谢嘉阳卓玛的精彩的演唱。朋友们，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西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白华龙，来，请你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兔年大吉，扎西德勒。根据自治区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我们西藏银行承担了全区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建设和农民工银行工资统一代发的工作。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去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对西藏自治区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工作给予了通报表扬。我们会继续努力，服务好大家。谢谢。谢谢。那我们的融媒体互动环节也是得到了中国电信天翼云的大力的技术支持。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中国电气西藏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王志明，来，请你给大家拜个年吧。中国电信天翼云恭祝全区各族人民藏历水兔新年快乐，新年罗萨扎西德勒。藏语说的可真好啊！谢谢大家。本场晚会的通信网络保障是由我们中国电信提供的，特别是在每个融媒互动的场合，比如刚才的抢红包环节，
就得到中国电信天翼云的大力支持。愿天翼云这朵五彩祥云，飘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两位，谢谢。陶姐呢？斯莫听见，谈点下来呢，俺那做半个边角的基座的配件牛步，找到找行不去。第一呢，俺那做半个米利卡他，历史卡给感觉百分前的卡车都不要买的啦。特别讲，当然估计来这边去最联动他，团军统计起几天了，年年给拉达前的卡车都不要买。哦对了，你家给多炸了给，前来也不能子，可是怕都是个短了。他可让人。传统的节目啊，也蕴含着时代的新风，让我们感受着新的气象。而咱们新西藏的新气象，更体现在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党员干部身上。多吉啊，你刚才说对了，多扎老师最近可是了不得，不得了。哎，这不，他来了。早上点半，什么天气？秋雨里落山了，这些的嘞。啦，见多扎啦，你们都明白了。他许你看哟，见多扎多来查，这就热啥？天下看我这群就去查咱米块白的有啥？看不起他听着，日子家个姐姐，是的，你让规矩这边来个的给查送哎，我都是胡大别大记得，对那么要的。我听这些下去多了，胡大这边那对那么有我就是完了。他我那书边呢，跟那个你来共记的，若不也不记，他一年来忽然我这下巴呢，姐，我你把那里拍大哦，这累多了。我这，哪得把来差多啊？对，跟他拍拍来。哦，收到。老，我估计前面来个这个查送哎。查送，哪大面了？哦。我读书胡大把大切大，俺你对那么要的。来，靠前的。看嘞，胡大现在对那么要我穷哎。听这老板。哦，这哪意思？你多少了？哦，他年看上了呀，老啥给民间是骗的这个的呗？民间？忘了。翻阅呗。民间骗吧来个去过的呗。也我穷，天下来个看的现在有人都是做好的。我那个民间骗一个翻要我去提。第一，兄弟看个主任来密西的，主任个教民都是那分管领导来密西的，分管领导个教民都是亲自协助那俺咱们来开始的，俺做雷公从对闹了吹都要我去切，我这场面没对穷说呢，俺这上面自己批到大个嘞。忙喽，他听这起个点名呢，民自批啊个敲这热度，罗啥节嘛的想念了多完呢？我知，他天下雷公闹了来个钱呢，穷啊钱呢，从都忙过错些吹都敲嘞。我这场面没对穷说呢，俺的单子单不要的，我都是这些年最难的嘞，俺来给你看看没吧？他去对经济有业去都热的完，还是啊？他的让给民间的批差不多啊，要年生学业个健保在这提出啊。那他听他处处听这起来个你都记过了呗？也我穷，天下来公拿了来个这么子的钱呢嘞，要年生学的前些日子就下半年少了。他去对，我这个当然热的完呢。看的啥的，看了打不接的。记得马上告诉送俺厂嘛，卡低的。你学了钱啊？我。哦，这让意思。人多炸啦！啊，对，人多炸啦是。俺让他看了那么容易呗？小叫别老不得完呢。说的，俺是那啊，他个主任差不多吧？现场他让给。干多扎是的，没那么大事个。啊嘞，大家还好说。干多扎啦，主任啦，他钱呐，干赌注了。赌注是俺当年追叫个孙悟空的去了呗，大。他钱呐，那么就看上来套个我记得做了，看上个看这是不能为吧？俺这是看哪子了？看这是。老大，晓不得吧？看哪子业务媳妇那个呀？用啊！他现在体力年纪，你看上来老大是别说，他老大什么我主任了那这个老大是吧？我那民万给估计说起民都一样。来，主任啦。哦，
다 깨쳐 장보 슈비나. 응. 얘 넘겨 그냥 저 우지기 칼 년에 내가 홀다 받아 지구유. 어제. 타 이내래 나 저시다 튜조 콘조 능신 코사 파리에 맵던 컨제래라. 떼. 코도 들려야 말다. 나저 거송 지줍시에 고사파에 체도래베. 말해. 나저 내가 학사남다치에 고사파에 체도래베. 말해. 나저 미망라 쌈대슈에 고사파에 체도래베. 말해. 나저 말해. 제 짜가체 고사파에 소로 딘제 내 랑게 첩체제 파나 다가래. 와. 뒤로 고사파고 좀. 우지게 가르송내래 그 카책제다 고족조 제바마도 지게 랑나시 우지를 갑자기 아니야 거도. 다야 우지 카셰기 깨지 우지게 숭바 창마 지바래. 레세. 다도 저시 고사파고 좀. 가리나. 네. 그 내가 학산 난다다 후다 바다 치고 와라 봐. 다도 대랑 콜롭종 때도 치고다. 롭종다 유메. 아. 안다 나 코사 마바나. 응. 얘 드리네 저 내가 맞아 봐. 깁샤 저 되기. 네. 랑 깁샤세 되다. 내 랑 고사디 마. 아 코사 매봐. 내 랑 나자디 마. 야에 왕자 매봐. 내 랑 레고니 마. 비에 왕자 매봐. 내 랑 아지다 레고 나라 밑디도 저 곧나 쉬어리 상하니. 현재 쓰이다. 우지 티저서든 저 팡아르 마체비나 수사장치 그래. 현재 저 밑디도 레고 나라 잠도 치고다. 양디도 강종 멍종 세제 나 고사파에를 껴치겠다다. 예 소리든 저 랭차죠 대주 수지의 준토 말이. 어쩌미 내랑 딱 봐 생무도 해. 개갑 그 라자디 레제 니마 강주체 마더스. 나도 내가 지도 뽕배가 긴지 여바 채워래. 채고봐 강하시라 남규네 쌍패바다 채패바 거래서 무도 해. 에이 체 다르게 시세디 양 치초쇼 당송아. 이거 좀. 그생아 우지게 독수 당바래 아니. 다 지도 너니 잡아래도 안네. 잡아 컨디스르베. 나 구지래. 랑 레시바 쥐마시르다. 랑 인티메베 구지래. 랑 야르제메베 레시바시래. 랑 코사고 인티 먹었으니 구지래. 랑 라자고에 내가 먹었으니 레시바시래. 랑 체지 메네메스니 구지래. 랑 코사 메네메스니 레시바시래. 구지 랑 손대 나 먹어. 레시바 랑 소르데 나 먹어. 먹어세 왕장 아니 내봐. 그래. 수고. 아니 편지 퇴지체. 아니 참지체. 랑게 나 tello 맞제체. 그랑게 나 시세만 담체. 랑게 나 땡아 망즈다. 그랑게 나 내가 용스그. 랑게 나 너 용스제. 그랑게 나 참지체.都是수고. 아니 수수 체크하고 마서바 체제. 집사체 때도. 헤이. 예! 얘赌注了，赌对了，可是。말해.赌对了。나 전키랑 개가면 장보 장샤송아. 걔랑 우지 차배 용초디 칸테 레스토겔. 그랬다. 나 우지 차바 말다. 나 공림다 망조가 나 이제 나제 굽자디 갈라 샤브레. 오레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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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나 굽자디 갈라 대베 니마 탕고되네 제제. 오늘 삼년 나로라 긴지 전부 세자 충라. 따이는 시부지 시기 걔랑 쉬는 가요. 시야 간나 소다. 다 대사 구티 체무도 구티 체. 어주 매베 종고도 쇼베 니가 두치라. 알레 같이는 걔랑 소나 코스데 먹어 손 거로 봐. 코사고. 쟤나. 네. 나 거에 코사디. 코사여라 내가 매봐. 코사여라 강에 매봐. 코사여라 년가 매봐. 코사여라 겐지 매봐. 코사여라 중재 매봐. 중재. 다 잡으래. 아 코사 텐제 서기 슈만 계제제네 레니 어 말이. 어지 코사 둔솔라 대샤베 합도르다야. 제베 두리라. 대샤 안주 레공야 망편 남장기 의망고 슈부지 레송아. 요래.我 되게 간제스 베전나니 봐. 어지 당의 두존이 망조라 편도 제가 남장 의라 봐. 제장의 되게 딩에 망조가 제도 록식식으로 가봐 배쳐 또 누그래. 야 가르나 송이다. 다 두존 의 말해. 바르젤라. 뒤서 배추에 자고 제소나. 이마지 빵! 세 바르체 차고 내 꼬알 밥소나. 아니 이마지 중잉 드버지네. 짱 도체 작바 포 로 10주 생아. 도체 작배 뒤게 팀게 탑체 집에 땅이 기도당 슈게 내내네 7뷰 땅마. 세소나 나 큰지 시고래다. 다 도당 가서 고지라 세제 고에 민도 암조 잠팅에 레주랑 나 쯧이. 벨라 라제들라 레가디 마쳄체 굽자디 심 긴지디 마깁체 공림당 망조기르와 취수수 동행기 샴즈 샴즈 슈게
这看电影。哦，这看我年前面呢，我这看着那样土话是没白说起。这当然俺本来说的羡慕我。那是。俺看电影还可以的，对，我这眼说了，前前就给了俺身边吧，你就来了，现在你就说才能被估计嘛的。到我这里那的大是浪姐，你们看就这电影给来接年说了点这，才是能被来接就嘛的。我那些呢，国家第一个了，但是前前就下我什么个，他有那里没看些个。天下前前忙个啥呢？弄这忙个修个的钱章，俺普通牙在叫的马乱下面。谈过前面呢，忽大别大切我上去。他一年来来个切看一年的，马青年一年的，到我几个那的几个几家来啊，有的年上班了呀，来个马切皮呢，贴上切都上去。我切呗。他天下估计的来这边错了，根据来当团结了，同齐起来了，让我能不抵制绝对长吧？我你没推荐读书，跟着没把他，你们抗拒这点呢？我那鸟这谁不懂啊喂？他个让的，他钱呢？你们体力呢？姐姐我你给，三罗呀，我去当呢，就这样我去请你，听见呢？帮不了了。同志们，那不能见你给点么名义那位龙就上当吧？拖下那数据一，是我能给。日龙就给我新都这边中华的设计前辈，美丽卡给密码nam强给讲约了，美丽卡给普通民生nam的新州多大了，几了点的偏专卡切的没吧？这我什么讲的内容？想了美丽卡给普通民生nam给伢多，第几点别路亚连的罗萨吧，这是面对训练给的。塔克让个人，鞭子拉说的是啊。锦绣如画的中华大地滋养着56个民族，56个民族像16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孕育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之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大家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家。接下来，有请几位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今夜和我们一同唱出幸福和喜悦。大家好，我是歌手大步，来自蒙古族。下面一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这是雷。大家好，我是回族歌手大张平，祝大家藏历新年快乐，罗萨扎西德勒。左面是黄河嘛，哦哟，右面是室内嘛，哦哟呀，雪白的鸽子嘛，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啦扑隆隆隆隆隆，啪啦啦啦啦的飞呀，水面上飞来嘛，哦呀，雪白的鸽子嘛，嚓啦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啦扑隆隆隆隆隆，啪啦啦啦啦的肉的飞呀。下来的对呀对嘛，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壮族歌手韦晴晴，祝大家新年快乐，扎西德勒。
敬上3杯饮可酒，米酒香醇山歌唱。杯浓哎，庄稼情谊捧呀捧在手。茶有3个不榨油，红酒3杯不够。老来金坛要见底，交杯交心是朋友。祝大家与罗萨扎西的嘞！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天山上的雄鹰智慧，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嘿，情人啊，你的花容月貌时刻记着我，我在为你唱首对月鼓，请接受我心灵的一杯美酒，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一杯香酒，喝了它，谁会把你醉透？嘿耶！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斯坦周嘎，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乐萨加西嘞！去江藏西拉尼朗塔阿里呼，罗里秋为拉尼全家阿弥布，秋不秋最里朗，全那拉萨姆萨马拉多马切伊拉米多，索呀拉尼索，下巴人金盖呀，妹妹强拉尼西呀。谢谢，再次感谢几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头阵呐，谢谢。头前呐，什么人嘅？团长你米里忙不娘都错对其实啥子事情了？张家当嘅抗战杀头，米里团长没到，还没写信约。马上呢，俺那最差不多创建满看从将米里乡将米里创作恰下边呢，推进定这句。可那从米多西塘米里面着王啊，娘图第几点别错啊，热信约。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西藏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里呢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珞巴等多个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千百年来团结进步之花在这里灿烂盛开。在昌都市芒康县纳西乡纳西村呢，就有这样的一户人家，一家4代5个民族共同编织着幸福家庭的图景。接下来，请看 VCR。我们这个眼睛是云南的神界处，按那个塔马湖道来讲，从内地到西藏是第1站。我们家庭里头就总共有5个民族。我们那个当的呢，家里个家当，对这个吃一些。家有，妈有。茶有、车有，家是家有几百个意思。
大家都和那个酥油茶一样，就融合在一起。我们家里面的话，从来好像不分民族，每次过节都很期待回到家。最喜欢就是那个汤，这个既有沙琪玛的工艺，又有青稞的味道，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吃。宝宝，马上到家了，你有什么感觉噻？可以吃到你做的炸酱面喽！姐，你们吃几碗炸酱面？我要吃10碗。姐姐吃几碗？我吃3碗。哦呦，我吃2碗。好，2碗不多，应该吃10几碗。每年都会回来，因为这个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那种传统节日吧。这一路上也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喜悦，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到家里给家人们团年。我来包个辣椒，红红火火。今天晚上谁要吃到盐巴的话，就是最有福气、最善良的人。挺亲切的，不像就是说好像民族不一样，我们的风俗各方面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就比较融洽在一块儿，挺开心的。这个年吧也挺舒服的。上菜喽！什么菜？哎呀，关心姐，关心姐妹。我吃到糖了，吃个盐巴了，我吃到糖了。最高的草原上，有最纯的茶香。那是小时候母亲哺育我的乳汁。最高的草原上，有最纯的茶香。那是长大后我为母亲端起的酥油茶。啊啦耶，酥油茶，你是茶马古道的灵魂，你是水乳交融的甘露。愿我们像掌心紧握的糌粑，愿我们像血液里奔腾的酥油，每一天都相互拥抱，每一天都相逢心痛。
最高的草原上，有最纯的茶香。那是小时候母亲哺育我的乳汁。最高的草原上，有最纯的茶香。那是长大后我为母亲端起的酥油茶。啊啦耶，酥油茶，你是茶马古道的灵魂，你是水乳交融的甘露。愿我们像掌心紧握的糌粑，愿我们像血液里奔腾的酥油，不分彼此，手足相牵。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哇，这是我们拉萨的味道，西藏的味道，是我们藏家的味道。谢谢，谢谢妹妹的热情，谢谢你，谢谢。真香，真香。要一个好美的味道。是的，谢谢不瞒大家，我是第9次来西藏了，所以我对这酥油茶是情有独钟。请允许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里酥油茶的做法。大家请看，做酥油茶呀，是要首先放一点酥油，这是最传统的酥油桶，然后放盐巴，对，然后再放熬好的茶汤，再加上水，加上你的爱、你的情、你的温暖、你的惦念，放到这酥油桶里，上下垂直这样打，才能打出一碗香喷喷的酥油茶。刘瑾老师，喝着酥油茶，什么样的感觉？香啊！我喝到酥油茶就感到回家了。因为我就出生在藏族地区。阿爸。所以说，像糌粑、酥油茶，我每次一喝呀，我就想到了家乡。酥油茶和糌粑是会在梦中梦到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是一种乡愁。我们拍摄长征，当年红军长征到了藏族地区，得到了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当年患了重病，就是喝了酥油茶，吃了我们藏药，才走出草地。所以说，酥油茶是藏族人民滚烫的心呐。好，真好。哎呀，丹阳也忍不住多喝2口啊！太美味了，我以为只有我们家乡这个成都美食好吃，结果到了西藏以后，这个酥油茶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别致。我觉得还应该配点青稞酒，什么牦牛肉之类的，是不是更加的丰富了？来呀！这是因为是我们的藏族人民最喜欢的美味。喝着这个美美的酥油茶，我就想起了好多美丽的歌。丹阳是歌唱家，大家都知道。那喝着酥油茶，不来一曲都不能放过你，唱一句。好多歌跟这个都有联想。比如说，我就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哈。我相信歌名不用我一报，大家一听和电视机前的朋友都能和我一起来唱。那如果丹阳大家虽然我有高原反应哈，但是我的心也是跟酥油茶一样真诚的啊。那我们跟你一起唱好不好？好，来，一起头。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远，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请大家一起来喝美美的酥油茶。真不容易，丹阳刚刚上场的时候还在吸氧呢。还在吸氧。对。哎呀，接下来这位我必须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知道我们藏族朋友也是最尊重长者的，方锦龙老师刚刚在我们藏历新年过了60大寿，生日快乐！你说错了，我是30公岁，哎，30公岁，因为我一直不成熟，还是个很年轻。小伙子。对，这个是个小伙子。这个你要说到酥油茶，说到茶，方老师太有话语权了，因为他太爱茶了。因为我是大江南北的茶多喝，所以我突然总结了一个茶和音乐的共同之处，叫茶乐同韵。说得好。因为茶有风格，音乐有风格。你看我是安徽人，我们老家有黄山毛峰，还有这个猴魁，对吧？等等，这个祁门红都是。那么还有我在广东又住过，所谓广东的功夫茶，潮州的。那么今天来到藏族喝的酥油茶，一下子就想到这个酥油茶呀和藏族的音乐是异曲同工啊，所以逼得我都看见了，您就别卖关子了。您看看这个就是弦子吗？对，那咱家一起来一个藏族的歌曲好吗？什么啊？红歌，在那北京的金山上。大家伙儿一起唱好不好？北京金山上，来，一起来唱啊！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懵懂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吧吧嘿，哇，好好听啊！方老师，我得给你补充一句啊，歌唱的不错，拉的也不错，但是不管你说了那么多茶，在我的心里，酥油茶是最好的茶。对不对？是。哎呀，看来是真有感情啊！那说到江央了，咱是藏家的姑娘。是的。这酥油茶是你从小的味道，是家的味道，爱的味道吧？对，端上这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就很暖心，就有回到家跟父母家人团聚，所以特别的兴奋。在过年的时候，不仅要喝上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你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吗？免不了喝几杯香甜的青稞酒。哦，刚才唱的，还真是的哇！是不是？哎，那你就大家伙儿一起唱。可以啊，我唱一首3杯酒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我们一起唱好不好？一起来好不好？穷了你东波卓波从马拉贝，穷西达嘎扎西德雷修，穷了你把真情帕马拉贝。穷西达嘎扎西德雷修，穷了你什巴啊错从马拉贝，穷西达嘎扎西德雷修，扎西德雷修。扎西德雷修，哎呀，扎西德雷修，这喝了几杯了？扎西德雷修，扎西德雷，哇，大团圆了。一首歌唱出3个调门，但是没关系，就
就是热闹，就是开心，自然转调，我觉得特别好。其实这个就是敬酒，知道吗？对，这就是家，对，这就是团圆，这就是过年呀。那说到过年，舒楠老师刚才喝着酥油茶，听着各位艺术家说到音乐，您会想到什么？哎呀，您说你是9次来，9次来，我也很多次。那每次来我都特别兴奋。嗯，那去年我还去了阿里采风，然后去了林芝很多地方。是，我觉得我也有回家的感觉。昨天啊，我一个人去到这个拉萨的街头，我要了酥油茶，还有青稞酒，我把自己给喝得有点醉了。怪不得，因为喝了酒有感觉嘛。你看到了灯火里的拉对萨了吗？然后我的眼睛就很朦胧，看见灯火里的拉萨，我就想起我那年春晚写的《灯火里的中国》。对，那么就是灯光璀璨的拉萨，是最能表现拉萨人民的幸福和西藏人民的幸福。是的。啊，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唱半首，我准备唱整首，行不行？太好了，太行，太好了，我开心。哎，大家必须要知道，我是一个作曲家、音乐家，我不是歌手啊。但是我觉得我要表现我的诚意。我觉得舒楠老师谦虚了，他不仅是音乐家、作曲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歌者。那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音乐家舒楠老师和藏族歌手央真共同唱响这曲《灯火里的中国》。都市的街像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桅杆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辛苦升腾时代的巍峨。灯火里的中国青春暖，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长梦。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桅杆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辛苦升腾时代的巍峨。灯火里的中国青春暖，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长梦。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灯
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谢谢舒楠和央真的精彩演唱，大家说唱的好不好？朋友们，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啊，就是来自于我们边境县的代表们。是不能给，他的眼前里啊，手背困难做的，让上给坦赞给做汉的配备，忙错给推没的，那么人家说刘啥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位呢，就是40年如一日，坚持为詹娘舍少所送菜的老阿妈，来自于我们亚东县的妲己，公康桑，咱们要告诉那喽。那这位呢，是来自于我们普兰县客家村的赤来，欢迎您。这是的嘞。这位呢，是来自于我们龙子县玉麦乡的拉姆曲珍，欢迎您。刘啥这是的嘞？这是的。这位是来自于我们萨嘎县亚卡亚村的央金卓玛，欢迎您。这是的嘞。这位是来自于我们琼林村的尼玛次人，欢迎您。这是的。人家都讲说不出来了，就俺们那的中学学能读啊。那是，俺们唱的那么人家说，俺那说坦赞忙做的古色书写，这些什么人家说了，略啥个撑不起那了。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真是的。拖着呢，俺俩最的那么人家说罗萨边那古树叠蛋蛋，叫我男主3点春主永远这些名都是有人了，越个罗了呀，越不他们些叠蛋蛋，越不他们些弟弟。越把他们家当上一遍，这些名都是军人，人家多啥了？这是的嘞，这是的嘞，也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朋友们。全区360多万高原各族儿女都是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接下来，有请同样来自于边境县山南市错那县门巴族的朋友们带来歌舞《祥瑞乐步》。场面告诉大家喽。小马啦哟，啦
可喜啊！你看，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批批有情怀、有激情的艺术家，是和咱们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团的是为金州党为陆剧的片人区，就是开不忙大节团里呀，走什么讲那样的，困难在团里呀，推荐给咱们去拨钱啥什么那样的。他把图人样看见6年以来讲团里呀，走什么讲那样吧嘛些，空气人也给浪出他预测，抗战啥都来给片那样的。可能给啥什么那为咱们这台呢舆论滚图特给还讲清不要的。著名音乐家罗念依满怀激情地扑向了这片土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都奉献给了这片高原。新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为他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灵感，一首首经典歌曲传唱大江南北。今晚，让我们向罗念依老师致敬，向每一位为新西藏文艺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艺术家们致敬。生活不忘共产党，军民联防保边疆。西
谢谢，谢谢我们的艺术家们，谢谢可爱的孩子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藏历除夕夜，此时此刻，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激，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了不起。是的，此时此刻呢，我想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抚育我成长。当然，我也要感谢一直以来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愿新的一年你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咱们记得常联系。其实二位，我觉得还有一个特重要的人，我们忘了感谢，就是那个勇敢、乐观、努力的自己。所以朋友们，这一次让我们给自己鼓一个掌，好不好？感谢每一个自己，过往可赞，未来可期。今天是藏历除夕夜，暂时停下忙碌的脚步吧，好好看看身边的那个人，也许是挚爱亲朋，也许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如果可以的话，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此刻的温暖、感动与善意。来，欣姐，我们也抱一个。新年快乐！这是的嘞，是不是感觉特别好？啊！谢谢大家。好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此刻的温暖和善意，一同聆听网络达人美郎江村特别为今晚创作的歌曲《爱永恒》。沿路藏步江畔流逝的时光，回忆童年似顷刻旧伴醇香。阿妈阿爸如天上的月月骄阳，无忧无虑因他们挡下风霜。上的月月骄阳，无忧无虑与他们挡下风霜。高原驰骋的骏马也拥有家乡，每一声呼唤都温暖着我的心房。每当推门看见父母笑容足够治愈这一路累累创伤。离声着江畔，我高声歌唱，感激如绵绵波浪，为恩情至上。皱纹不脸庞，这爱人无疆，越亲近我的所有，保长寿无恙。高原驰骋的骏马也拥有家乡，每一声呼唤都温暖着我的心房。每当推门看见父母笑容慈祥，足够痊愈这一路累累创伤。离声着江畔，我高声歌唱，感激如绵绵波浪，为恩情至上。皱纹不脸庞，这爱人无疆，越亲近我的所有，要长寿无恙。
谢谢来自成都的内郎江村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赶紧去，赶紧去！那你不找我金龙铁哥，大家铁哥的演了个不行，看个某某播进度上次看着了金哥。我还得跟俺了跟弄这样的，俺才跟我这弄新闻的人的，对俺们这呢有接触。那罗萨宾诺去下来的，摇头摇子因为展现的学金哥。那我知道今年你是第一次登上藏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藏晚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自己一直以来也很向往。这次终于能上电视了，很荣幸能被邀请到这里，很开心，很激动，谢谢。那借着今晚的吉祥，给大家伙拜个年吧。我自己呢是一个基层干部，在这呢就祝所有的驻寺、驻村，还有奋斗在一线的各位同志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扎克德勒，罗萨扎克德勒，再次把掌声送给内郎江村，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一西卓玛，感谢江二爷梅朗江村。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啊，藏戏呢是咱们西藏艺术的一份瑰宝，同时也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咱们过年的时候怎么可以少了藏戏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藏戏表演《春暖花开》。
谢谢美丽的阿基拉姆，谢谢精彩的藏戏表演。朋友们，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和春光一同抵达的不光只有花香，还有贵客呢。我听说啊，牧民大哥仁青东珠的家里就来了这么一位，他是谁呢？咱们一起去瞧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从北京来的第10批援藏干部，安排我过来，我特别高兴。我猴急的我就来了，在这里给西藏的亲人们拜年了，过年好！拉米亚喽，抽不喽，俺了子林呀，楼上扎实的嘞。好。哎呦，扎实的，谢谢。欢迎，谢谢。你就是上面派下来的那个猴吧？我那个属猴，我的名字叫肖剑。对，我们村主任说你要来啊，高兴的我是一边放牛一边想你啊。我跟牛跑一块儿去了啊？我是啊，一边想牛一边放你嘛。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的意思是说呀，那个连我们家的牦牛都会想你。替我转达牦牛，我也想念他们。这怎么上来这么一位啊？我说您自报家门吧。对，你刚到拉萨我应该给你自报家门嘛，熟悉一下嘛。我们家是一个大铁门，先是一个推拉门，进去以后旋转门，有台阶门、中间门，两边就是二房门。有客厅门、厨房门、卧室旁边厕所门，有牛圈门、羊圈门、猪圈、驴圈、马圈门、车库门、仓库门、前院后院地窖门。停一下吧！怎么这么多门呢？藏语的门我还没说呢，还有藏语门啊。有阿妹嘛、阿咪嘛、阿妹嘛、阿生嘛、阿爸嘛、阿妈们、노래们、生们、他生们、我们、扎西们、猪们们，还有所有朋友们，我们共同一个梦，一起走进新时代的幸福门。说得好。不过大哥呀，我让您自报家门，您怎么说这么多门呢？这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呀！现在我们富起来以后才有这么多门哦，不然过去我们住牛毛帐篷的时候，只有门帘儿没有门嘛。过去都不容易。大哥我让您自报家门不是说你家的门，那是你家的门，它也不是我家的门啊。知道了那肯定是江阳卓玛家的门。那更不是了不是谁家的门，就是就是你的习惯嘛。我的习惯就是吃手抓肉，喝酥油茶，有时候喝点咖啡，换换口味嘛。不是习惯，是籍贯嘛，就是问你的出生地。出生地我知道。哪儿啊？医院嘛。朋友们别鼓掌了咱俩是老乡，我也是那儿出生的，是吧？什么呀，这都是啊！我是问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嘛？大家看，急了！老师，小娟老师别生气，这是给你开个玩笑哦。自报家门谁不知道嘛？就是自我介绍嘛。对嘛？我来自喜马拉雅县雅鲁藏布乡巴扎黑村的。我大名叫仁青东珠，小名叫巴扎黑，还挺好听。我想好了，我也取一个藏族的名字就叫亚拉索我儿子就叫亚拉索。我也是多嘴，真的老大叫亚拉索老二叫那就是，老三叫青藏高原嘛。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对，您这是一首歌呀我这么一唱，他们就回家了嘛。大哥我观察您半天了我看您这形态怎么了这精气神儿生活得很幸福嘛。那不光我幸福大家伙都幸福，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环境
一到夏天呢，到处都是绿水青山。哟，那是金山银山呐，说明咱环境保护的好。对，所以你们应该经常到我们的西藏来转一转、看一看嘛。这不从北京来了吗？啊，你是从北京来的？对呀。那太好了。怎么呢？那你夏天热的时候啊，就到我们的高原上来凉快凉快。到这边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北京人不常说嘛，说什么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是吧？我们这高原上凉快呀，来待着呗。他也是好意。哎，老师，你知道我们这边为什么夏天凉快吗？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西藏啊，很多地方都安装了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电风扇，白天黑夜这么转，能不凉快吗？大哥，那不是电风扇呐，那是咱们西藏新能源风力发电机。嘿嘿，太阳能的光伏发电机我就不给你介绍。哎呦，哎，总之只要你们来，我们大家伙是特别的欢迎啊。哦，哎，家家户户的人们都端着枪等着你呢。那我就不去了吧？啊，因为一枪我就倒了啊。你这个身体比我都强壮啊，一枪根本不够，我这啊，起码得3枪。啊，那不打成筛子了？哎，不是打的枪哎，什么呀？盒子枪。盒子枪更受不了，喝的，皮枪、白枪、青稞枪，喝了高兴，喝多了就醉嘛。您说的枪是酒吧？哎，枪嘛，唐朝的李白都知道啊。哦，他不是说嘛，是什么呀？枪就是酒，不停的喝嘛。李白说的是“将进酒，杯莫停”，你看不是一个意思吗？我明白了，他说的是藏语啊。所以呢，我跟你说，迎接你们的迎宾歌曲我们都准备好了嘛？是吗？嘿，要像绿油蓝我家变化大，山清水秀人好客，个个顶呱呱。全国的朋友，请你们快快来我家，吃的喝的你随便拿，1分都不用花。哎，多好，1分都不用花，扫一下2维码，手机支付啊。开个玩笑啊！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呀？就感谢。怎么不知道？你不就是小坚老师吗？对对对，援藏干部。哎，他还真知道呀。感谢你们这些援藏干部哎啊！前几年对我们进行过嘴对嘴的帮助哎。是啊，那个前些年呐那叫精准扶贫、对口支援。哎，口不就是嘴吗？啊，对呀，对吧？啊，你的口，我的口，对口，这不就是嘴对嘴吗？这他还认准了。所以我跟你说，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就更好了。是，道路4通8达了。对，连厕所都革命了。哎，过去偏远山区没有电的农牧民怎么样？都已经搬迁到集中隔离点了。啊，不是，什么？不是，搬迁到集中居住点了。对嘛？哎，我听说这个，有些人还学会了直播带货。哦。手机就把买卖做了，对不对啊？哎呦，这都是网红啊！大伙呀，不瞒您说，直播我不是外行，在我的直播间，什么东西都卖的特别好。哎，老师，你说什么？你也会直播带货？对。哎呦，那太好了啊！你帮我把我们家的那哼哼肉卖出去。没问题，不就是哼？什么是哼哼肉啊？哼哼肉嘛，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啊。就这个。藏香猪，这是绿色食品呐。你放心，在我的直播间会卖的特别好，是吗？对，太好了，老师干脆你帮我把我们这个土特产也卖出去吧。哎呦，这是你们这儿土特产呐？这是自古以来我们这热能热量的源泉呐。哎呦，那这么说。这是宝贝呀！那是啊，肯定很有营养啊！这是巧克力，有青草的香味。对，青稞饼不是这是牦牛饼。哦，哎你做的呀？
牦牛做的。牦牛会做饼啊？有些牦牛，一天能做这样的很多饼啊。哎，那我好奇呀，这个牦牛它什么时候做的多呢？那它这个，它吃的多，它就做的多呗。啊，别说了。大哥呀，我跟您开个玩笑啊，以为我真不认识呀？这是干牛粪，烧火做饭用不完，种庄稼、种花什么的，是特别好的肥料，对，是不是？对。你看看，我帮你卖。好，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嘛。那老师啊，你要帮我的话，你就教我唱歌吧。哦，想学唱歌啊？学唱歌干什么呢？我村主任说了呀。说什么？只要我把歌曲唱好了，我可以当代表去三亚，啊，给咱们在三亚的西藏疗养的我们的老乡们演出节目，送祝福啊。这是好事啊！那我教你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是，这首歌我会唱。啊，远方的客人呐，请你留下来。塞罗塞罗海罗罗的海。远方，咱俩谁教谁呀？不是你教我吗？我教你，你跟我这做什么示范呢？我就不信我教不了你。老师，你再努力。我的台湾的高山族知道吗？那跟咱们不一样吗？怎么呢？你看啊，高山，高原啊，同根同源，都是祖国一家亲嘛。说得好，大哥啊，但是这个音乐呢，它略有不同。是吗？有一首歌曲叫《拿卢湾》，非常的美妙啊。哦，拿卢湾，咿呀拿卢湾。拿卢湾，咿呀拿卢湾。老师啊，你这是给自行车打气呢？我这是想打你啊！我这是唱歌嘛，拿卢湾。哎呀，拿卢湾，跟我们藏歌的呀啦嗦是一个意思。那怎么可能嘛？呀啦嗦，呀呀啦嗦。呀啦嗦，呀呀啦嗦，一样吧？大哥啊，不对，怎么了？我发现啊，怎么我教什么你会什么，我教什么你会什么呢？这也是文化志愿的老师教我的呀。谁呀？朱迅。啊，朱迅呐？啊，那是我徒弟。那就对了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看来我教不了他了。我看也是啊。你说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不藏历新年了吗？是，咱们来好好的给大家伙拜个年吧。哎，在这里祝愿西藏的亲人们幸福快乐，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楼上扎西的嘞。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藏北草原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金色故乡，那里呢活跃着一支文艺轻骑兵啊，他们都来自藏北草原的各个地方，他们把自己家乡优美的舞蹈呢带到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同时把自己家乡幸福的一面呢，也是展现在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面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那曲是所县的农民群众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金色热巴》。
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表演。朋友们，说到旅游啊，就不得不提山清水秀、郁郁葱葱的林芝。那在我身旁的这位啊，就是林芝市旅游发展局的党组书记旦增桑珠，您给我们大家伙打个招呼吧。祝大家新年快乐！罗萨这西的嘞，林芝海拔低，气候好，有这个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今年的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也将在3月28日正式开幕。借此机会，我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人间净地，最美林芝，欢迎您！谢谢您。我想每位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都已经收到了这份带有桃花香味的邀请。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拉萨净云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朗杰拉姆。那么首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好吗？好的，拉萨净云志招同城，恭祝大家吉祥安康、平安顺遂。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的支持下，我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西藏整区推进项目呢，已完成了体系搭建，并培育了一批汇聚特色的民优农特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农牧民群众的收入。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在京东商城搜索西藏助农馆进行下单购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志招同城小程序进行下单购买。那么拉萨净云志招同城在这里恭祝大家罗萨边囊姑苏塞堂堂乔啊南之永别这些面对水决赢。谢谢，非常感谢朗杰拉姆。同时呢，也希望咱们老百姓的腰包是鼓鼓的，咱们西藏特色产业红红火火。Tere sala du tso sampi temje. Ya hi son servi temje. Ya sha son servi temje. Oh, tere loja. 想去西藏看你，看你描绘的蓝天，看你各种的风景。我有一个心愿，要去西藏看你，看你形容的雪域，看你眼中的风情。我有一个心愿，想去西藏看你，看你描绘的蓝天，看你各种的风情。我有一个心愿，要去西藏看你，看你形容的雪域，看你眼中的风情，看天空纯净，像你的眼神，看河水流过，荡涤我的心，看慢慢悠悠归家的人们，看你从远方走来。
个心愿，想去西藏看你，看你描绘的蓝天，看你各种的风景。我有一个心愿，要去西藏看你，看你形容的雪域，看你眼中的风情，看天空纯净，像你的眼神，看河水流过，荡涤我的心，看慢慢悠悠归家的人们，看你从远方走来，到达我内心，看春发心情，抚我白云，看月光落在雪人的掌心，看岁月赶着我们的脚印，闭上眼睛看你我一生的风景，闭上眼睛看你我一生的风景。拖进去，拖进了。是毛林姐，看到人家的色色囊什么的，你记录移动，你就直送配秋叶的，罗萨的娘子才做铁桶的，人家的木头按照铁桶，地在哪着呢？那么林姐，差不多呢，人家做休业季了，记录移动，你就整年了，按照巧克力这里这起着，街上没多少了，那个执行推什么的，配个撒娇卡萨卡了情节，心里吹个干啊，你么他，出些特别，看那个等的吹些这边马仔，得懂？你忙忙做子，听个地铁点呗，作为等于了。有点钱的。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大地上，咱们的日子是喜气洋洋，老百姓创造幸福生活的热情呢，更是红红火火。2022年大型季播类综艺节目《格桑花开之青稞飘香》呢，也是继续飘进了田野草原。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届比赛的优秀选手们给我们带来表演《歌舞飘飞好日子》。祝愿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谢各位带来的精彩，酣畅淋漓呀！小思阳，你看啊，这短短的几分钟，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七师弟兄弟姐妹们喜迎新年的欢欣鼓舞。学长了，马上能俺做团长给电视别记录年多年6年，俺做团给人年堂就在恰下边呢，重建上不起来投标的。是啊，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区的文艺文化事业也是收获不断，屡获大奖。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小梅花称号的获得者丹增孟朗，东康桑。他的演出的徐博空，你今年主编中国级别标杆，几个月到群众给青年投编，弟子们那么热，普罗萨这是的嘞。那这位呢，就是中宣部第16届5个一工程奖歌曲类展播作品《洛巴少年》的作曲得吉，罗萨这是的嘞。空年中央气炸部各组主编，俺前几个联系抢个曲，咱去后边徐努西边当张天，眼底给拉的，眼底给拉罗萨这是的嘞。那这位呢，就是第17届文华表演奖的获得者青年演员，我们熟悉的任清顿珠，欢迎您。还是空年各组分别文化差短给抢个图片，给人家同志来的，给人家同志来满家有人。这位是第8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诗人陈仁杰，欢迎您。空年各界别鲁迅总会给年啊抢个图片，给陈仁杰来的。朋友们，今晚陈仁杰和任清顿珠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诗意的礼物。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朋友们，掌声欢迎！您今天告诉哪位吗？那时候，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仿佛无限的高处真的藏着什么，仿佛仰望是有效的，透明中延伸着神秘的阶梯。大地上的河流、树木、庄稼，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天空取得联系？灶边坐着母亲，青稞酿成了新酒，但炊烟并没有真的消失，它们肯定飘进了空中的殿堂。天空肯定收留了大地上的声音，包括我的仰望。我看见蓝天俯瞰着我，他的眼神越来越蓝。那时候，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那时候，我多么年轻、纯洁，仿佛有用不完的憧憬和美好时光。在最黑的夜里，我也睁大过眼睛，我知道会有金色的星星出现。梦幻的舞台搭在高处，那上边不可能是空的。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两位带来的深情演绎。是啊，梦幻的舞台搭在高处，那上边不可能是空的。就像咱们西藏的文艺文化事业的舞台，也搭在了海拔的高处，因为有越来越多优秀文艺工作者的接续努力，因为有越来越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梦想的高度，更感受到了泥土的芬芳和时代的召唤。谢谢你们，也祝愿我区的文艺文化事业在新的一年能够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Nessun dorma, nessun dorma. Tu pure principessa nella tua fredda stanza guardi le stelle che tremano d'amore e di speranza. Al mio mistero hai chiuso in me, il nome mio nessun saprà, mamma, sulla tua vaga dirò quando la luce splenderà. Ed il mio bacio scioglierà il silenzio che ti fa mia. Ti leggo a notte tramontante stelle, tramontante stelle, all'alba vincerò, vincerò.站立在高处，我们感恩阳光，沐浴春风；站立在高处，我们追逐春潮，壮志昂扬。让我们全面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按照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和区党委10届3次全会的部署安排，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4个走在前列，谱写许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33点别是毛林杰，按照抗囧杀毒的全疆人民活动第几编了日，按照抗囧杀毒的普军迅速奖的目标定举起。按照党纪创新28光团陆政塔拉达团结第10届的
职业书记习近平给培给联合国的那位开启组团堂，推了300党给培养在这个广播，老将他拉大团结顶10千年，组织给亚洲什么伊拉顶部降低，同面3段起，木头别特切个音。俺去，培养要讲给大个推门所见听就不他，将单位给各就别，苍松就说听准备各地党浪些习俗，团结心里把他做那套，组队切个把其他，团结都叫个把新闻就突击。别整推面切就赢了，偏将啥都有力点给他，北大狂被拥有，6-3把总就赢。俺猜，路段习近平的首席那位党中央给他个图，团结同17把堂，27个堂把给团结切的，巧用的基础领路听入进去几个足用堂，巧用的中华米的加大老不新闻就突就团结别特切就赢。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相约生死，向未来。千年情缘携手同行，千年情缘携手同行。呀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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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我长路更美好，回首遥望山
么温暖的时刻，多么感人的画面！亲爱的朋友们，2023藏历水兔新年联欢晚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早上点别是莫林杰，记录年度你是早送陪秋雨流落沙给娘子前座，大家就这就赢。参天的案子，立起每个都将阿他给别，这是面对是个人。参天的案子，将用给米利卡的密码那么，阿瑞第几别堂点别，这是面对是个人。那么林杰，罗萨边那古树山当他，乔瓦男主，三对领主，在金塔的杨伟大大给别，这是面对是个人。祝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祝全区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在这里，也要祝福每一位朋友在新的一年身体康健，万事顺遂，大展宏图。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